后来讲到台北市的警察局长张英兴，其实是后一任上届有希望接警政署长的人。当时我清德伫做台南市长的时阵，张英兴伫台南市警察局的保安科、督察室甲秘书室拢捌待过，甲赖清德的感情真好，是目前上有希望会当接警政署长的人选。所以，这件发生伫1年前的饭局，伫1年后的即摆这个关键时刻才来爆发，外界质疑野了者的意图无单纯。 2023年，甲台北市长蒋万安共台进行台北市警察局长的交接，新任局长张英兴上任过1年名，就有可能做警政署长。能够还给我们国人的一个优良的一个生活环境。 看张英兴的经历，警大行政警察学系50期毕业，早年伫台北市督察系统磨练，后来伫台南做过市地区的分局长，嘛伫台南市警察局保安科督察室、秘书室等等服务过。赖清德做台南市长的时，两人都有真深的交情，所以讲真有可能会做后一任的警政署长。也毋过另外日共进前，互人也讲1年前甲方明馆的角头黄清源做伙食饭，未少议员讲这个动机无单纯。 也有其他的民代收到，我们觉得是人事恶斗的黑函，因为如果是议员的行程，就会找府会联络人陪同，然后府会联络人也身着工作背心，那我觉得你就不能够说它叫做密会。 野了的时机点，敢若是为着警政署长的前哨战，除了现任的警政署长黄明才有可能阁留任，还有高雄市警察局长林炎田。 台中市警察局长李文忠以及内政部刑事局长周友伟，其中除了张英兴出身行政系统，其他拢是刑事底。食饭的代志，经过一冬，伫这个敏感的时机点才提出来讲，这个署长什么人做，目前还未决定。不过警界也小姐内斗的情形已经提早出现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